咦，切完蒜頭隻手點解咁臭？點解點洗都仲有味㗎？呢個問題，你係咪都試過呢？今日我哋就嚟拆解大蒜嘅化學魔法，揭開呢種奇特氣味嘅真正來源。其實，生蒜本身係冇味嘅，當你切開或者壓爛佢嘅時候，蒜頭細胞就會受到破壞。呢個時候，一種叫做蒜氨酸 olein 嘅化合物同埋一種酵素蒜氨酸酶 alliinase 就會相遇。佢哋一結合，即刻產生咗一種超級強大嘅化學武器——蒜素 allicin。蒜素就係大蒜獨特刺激氣味嘅主要元兇，佢係一種有機硫化合物，化學結構非常唔穩定。蒜素嘅功效非常廣泛，例如佢可以抗菌、抗病毒，甚至有研究話佢有助於預防心血管疾病。不過，就係因為佢唔穩定，蒜素好快就會分解成其他嘅硫化物，而呢啲分解產物，例如烯丙基硫醚，就係搞到你口氣同埋皮膚長時間有蒜味嘅罪魁禍首。想去除蒜味，試下着薄荷葉，或者飲牛奶。牛奶中嘅脂肪可以中和部分硫化物，所以大蒜唔止係煮餸嘅好幫手，佢更係一個充滿奧秘嘅化學實驗室。下次當你聞到大蒜味嘅時候，記得呢個蒜素嘅故事啦。呢種日常生活中嘅化學奇蹟，真係令人驚嘆。